咁睇到呢段嗰時就英國時間早上，咁香港時間傍晚，咁歡迎各位收睇呢條節目。咁會員版就依舊就年費60英鎊，或者105蚊加就115蚊澳紙，都歡迎各位呢個請小姐飲咖啡嘅，用 QR code 我銀行戶口。呢一度咁因為咧會員版我講得放啲嘅。呢度就講得勁啲嘅，OK，即係雖然我鬧鄧炳強嗰時都唔會點放手㗎，我好老實講，因為你都知我幾憎呢個買港賊嘅，OK。閒話休題，誒今日稍後我有一節我會講就，我諗日本同呢個中國關係將會急轉直下嘅，呢個就下一節先講嘅。咁但係呢一節我會講就財政儲備，OK。財政儲備咧，依家剩翻就唔夠1000億港紙，OK。咁當然財政儲備同外匯儲備兩個唔同 concept 嚟嘅，表面上 OK，因為財政儲備同外匯儲備你可以咁樣睇嘅，外匯儲備係港幣嘅基礎，OK，基礎貨幣。正常外匯基金啊嗰啲正常唔會隨便可以用，因為你係行貨幣嘅基礎，而且你知道香港係行 currency bond system 或者係即係 exchange rate system。exchange rate system 咧就基本上你銀行存入嚟嘅貨幣，OK 就係美金啊，紙嘅美金啊，就可能印銀紙嘅，嗰啲就唔可以亂喐嘅，嗰啲有個法定地位喺度。呢個亦都係點解港幣係一定比人民幣穩定嘅？即係有啲人叫人話改掛人民幣嘅，梗係黐線嘅。我覺得你掛緊啲咩貨幣啊？諗住，同時即係除非行翻金本位制，如果咪我睇唔到第二樣嘢，即係 better than 即係點話掛同美元掛鈎嘅應該。如果呢個900幾億即係剩翻900幾億財政儲備，呢個係一個化妝咗嘅數。點解話一個化妝做嗰個數咧？因為你呢個咁嘅儲備數字剩翻咁少，即係剩翻900幾億，你係冇計一樣嘢嘅，就係咧香港有一嚿香港依家個財政嗰個會計方式係好奇怪嘅，OK，即係將發債得嚟嘅錢係當收入計。因為嗰度有一個 cash inflow 咧，所以咧就你唔覺個財政儲備剩翻900幾億有好大嘅問題。但係如果你計埋佢，因為佢發債，佢做出嚟嘅一個即係 cash inflow，我諗你就知道香港嘅財政應該去到幾嚴重。即係我要咁樣形容就係香港就嚟咧誒銀行冇錢㗎荷包，我哋即係你正常人一般嚟講，你銀行荷包冇錢，你都會有啲驚嘅。OK，更何況香港呢個情況就更加係 OK。香港呢個情況，啲人話啊，你都唔使怕美國都發債咩？嗱，美國可以發債咧，美國因為佢用佢嘅第一佢嘅信用啦，OK，即係你見到美國係老虎而蝦蟹，連啲 shut down 嘅 federal government 都唔會俾 government default 嘅，OK，呢個係一個信用問題嘅第一。第二咧就係咧美國咧佢嗰個經濟實力 OK，美國係少數世界上可以咁成功用佢嘅經濟實力化為一個 monitor 咗個數字去發債嘅國家嚟。最初其實咧將一個即係用發債作為貨幣基礎，或者發債作為即係一個經濟基礎嘅一個有咁嘅諗法嗰個國家，其實就法蘭西 OK，因為法蘭西記得路易14太陽王年年征戰，咁法國人咧就諗盡辦法點樣刮錢，因為你加稅係有個限度嘅 OK，你嗰啲貴族會罵罵聲，如果咪唔會有3級議會啊嗰堆嘢啊。印銀紙你金本位你冇咁多黃金嘅嘢搞唔掂，咁你一定係要喺金本位同埋個政府財政稅收裏邊尋求出路。咁當時佢哋就諗到一條絕橋，就話
即係你法國有幾多經濟嚟，美發幾多債，咁咪有咁多錢咯，去打仗咯。咁但係當然就係法國當時嘅經濟實力根本就未得嘅。佢一個超前嘅理念嚟嘅喺當時嘅法蘭西度，所以真係成功做到呢樣嘢係美國，因為美國譬如 AI，OK，佢嘅科技、佢嘅軍事，佢不斷地創造新嘅價值，嗰啲價值裏邊係可以發，我啲價值嚟發債，咁你咁就 OK 嘅。所以你話美國嘅發債上限就嚟到咁啊嘛，美國發債上限係保守嘅發債上限，你比較翻美國嘅實際經濟實力嘅話咧，佢仲有啲空位去發債嘅，佢仲有啲嘅。不過如果個就你一經濟衰退就好容易瀨嘢，所以美國人唔會搏呢步。香港冇呢樣嘢嘅，香港貨幣基礎唔係靠自己經濟實力嘅，你記住呢樣嘢。所以如果香港係冇乜，你香港一個財政儲備一有乜嘢風吹草動，你甚至可能有影響到，即係你有乜風吹草動嘅公共財政嘅問題，你政府唔知點捉錢嗰時咧，咁你剩翻咩啫？即係你點都要捉外匯儲備㗎，或者捉其他錢嗰時，或者你其他嗰啲借貸出現 default 嗰時，你香港就會有連鎖反應。所以咧，呢個係點解話呢個係一個好危險嘅信號？即係點解好多國家可以容許財政赤字，就係香港係唔可以財政赤字嘅。因為香港係冇乜產業可言嘅，香港嘅經濟基礎係香港炒賣咗好多年啦，冇乜實業好耐㗎，冇實業、冇農業、冇工業好耐㗎。你諗下美國好臭走都都賣大豆啊，係咪先？有大豆賣啊，係咪？有羔羊賣係咪先？我覺得羔羊點解會開放羔羊嗰個就好簡單嘅，嗰個係習近平嘅私心嚟嘅。你知習近平幾陰德㗎，係咪先？即係你冇美國羔羊俾供應佢啲酒嘅話，我都睇嚟都幾係嘢。所以你話香港依家個財政儲備剩翻900幾億係唔係問題？絕對係問題。佢唔應該有呢件事發生。香港個情況，香港你可以咁樣睇，佢係一個冇 credit card 嘅人。OK，如果你有 credit card，或者有一啲我哋叫做 overdue 嘅 facility，或者一啲融資嘅人，你使突咗，你總之你之後有財政能力，你會出糧還到 OK。但係一個冇呢啲 overdue facility 嘅人咧，你個財政儲備得咁少咧，你就好㗎啊！而家你冇得借，你冇第二條路。你更何況香港都借唔少錢㗎，香港借嘅錢都已經多㗎，真係。如果你咁樣搞落去、燒落去嘅話，我懷疑仲可以頂幾個，你隨時應該有可能出現就係長俸 overdue 啊，就仲大鑊。長俸 overdue 嘅話就啲退休公務員啊，真係大佬腳都軟。因為你知長俸個理念同一般，我同強積金嘅理念唔同。O K，強積金係佢逼你儲錢。O K，咁咧你儲嗰嚿錢裏邊咧係你自己嘅嗰嚿錢，你退休之後就係你自己嘅，你就靠嗰嚿錢去維持你嗰個退休嘅營運嘅退休嘅生活。但係咧，你退長俸 pension 唔係嘅 pension 係隨付隨支嘅一個理念嚟嘅，即係你政府係冇儲蓄 pension 俾你嘅，你冇去儲蓄 pension 就係你有幾長命我就出幾多俾你。OK，就靠現時嘅財政收入去支撐。即係當然以前香港好景嗰時，當然呢個制度冇問題嘅。OK，即係你唔會冇你唔會使揸一嚿錢添。OK，咁但係當香港不復當年嘅時候，就另一樣嘢。OK，好啦，跟住我就想問就係香港點解搞成咁？香港以往成日都有聽到即係講財政預算案嗰時都話咩稅基狹窄，稅基狹窄。咩叫稅基狹窄就係咧，因為香港咧係唔係靠正常嘅 regular taxation 去維持個公共財政收入嘅。香港靠乜嘢咧？香港係靠炒賣所得去，即係叫炒賣所得。印花稅啊，各類嘅 stamp duty 啊，再加呢個出售政府土地，OK，
所得嚟嘅收益，OK，即係其實就係即係所謂賣地收益，兩者夾埋嘅錢去資產。一般人嘅 income tax 或者一般嘅 corporation tax 或者係嗰個對香港嚟講唔係一個 significant number。嗱，以前靠炒賣嚟收稅，嗱，當然有啲人話會產業空洞啲都係啊，咁但係以前喺香港一個即係咁嘅地理環境之下，再加上就係呢個徵收成本係好平，係好平嘅好事實。因為我要處理income tax 一個人嘅 income tax，我要揾個稅官同你睇。香港已經有個簡單稅制，你好似德國啊或者係美國啲稅制複雜嗰啲咧，即係你一般人都係揾個稅務會計師去報稅嗰啲嘅，即係 tax accountant 去報稅嗰啲國家，佢都要請一大隊人去同你評稅。其實收稅唔平㗎，收稅唔深。我要請一大紮 civil servant 去同你睇稅單，我唔使錢，即係我當然我覺得可能去到5年或者10年之後，呢啲嘢都 AI 化嘅呢啲，即係我諗5到10年之後有冇人會即係需唔需要 tax， 即係 tax accountant， 我覺得係一個問題，因為你可以用 AI 去 identify 每一個 income 或者每一個 expenditure 嘅 item，OK，因為你現金越嚟越少嘅現金交易。咁當你 AI 可以 identify 每一個 tax income 或者即係每一個 income 或者係 expenditure 嘅時候啊，其實你就可以有一個其實可能每日咧都已經有個好準確嘅一個稅務嘅收支表，OK，係會大大作改進。如果係對啲稅制複雜嘅國家咧，佢個複雜稅制就變咗未必係問題。甚至可能變得更公道添，因為你有啲 expenditure，你以前你有啲 expenditure，你係咪考慮免稅額嗰時，你就會覺得太濕碎啊嘛。但係你有 AI 就未必係好濕碎嘅，即係呢個就depends on 嗰個 data 個 technology 嘅改進，同埋大家對 privacy 啊嗰啲嘢嗰啲點樣去份量斟酌啊。咁但係我覺得 tax accountant 或者係 tax officer 呢啲 job 應該好快就變明日黃花嘅。但係香港以往咧，佢點解咧？我講係佢收得平嘅香港啲稅，好簡單嘅香港啲稅，我話佢收得平就係喂大佬，你個 tax 好簡單咁樣就係、我純粹就係點啊？你簡單寫個即係收入 OK，跟住我同你計個免稅額啱心，跟住咁啊好簡，你知香港稅表好簡單，香港冇嘢五花八門嗰啲稅收，佢啲盡量簡單嘅，就係因為佢就係盡量請稅局嘅人越請得越少，因為你靠炒賣，我炒賣唔使評稅噶嘛，市場評咗噶嘛已經，我即係就話哦，我見咗文件收錢，拜拜，好簡單，好 straightforward 㗎，香港稅就係好 straightforward 㗎。即係你更加唔好講咩 income 咩VAT 啊嗰啲 VAT 嗰啲係仲複雜啲嘢㗎，嗰啲 VAT 係搞到所有嗰啲零售系統咧，搞到全部要通機嗰時啊，即係喺以前嚟講係好複雜嘅事。即係當然，我覺得 AI 我都係講嗰句嘅，AI 年代可能5到10年後你 即係你話 sell test 係咪一啲好複雜嘅嘢，我覺得未必係。因為所有通晒機之後咧，其實你只要嗰個 interface 係夠清楚啊，係 OK 嘅。即係數目字符啊管理係可以嘅，OK 做得到。但係香港冇呢樣嘢噶嘛，香港，而且香港係冇第二啲產業可以取代，冇第二個產業，所以你變咗香港係一個好大好大，你香港一儲備乾塘就問題好大，即係香港一儲備乾塘就你可以諗到，佢唔會有第二個。你喺香港高地價政策一結束，OK，你冇第二個取代項。你冇晒炒賣之後咁，喂咁點嘅跟住點？即係好似你澳門都有類似問題㗎。澳門你冇咗賭場咁嗰啲賭場冇人賭咁，跟住點啊？個政府財政收入冇產業冇幾多冇收入，即係你唔同你話誒其他國家就係你
點解會收銷售稅就係、我唔係贊成銷售稅，銷售稅係好煩嘅。但係對好多國家嚟講，銷售稅有一個好大嘅好處就係、銷售稅我就算經濟幾差都好嘅，我都坐底仲有啲錢喺度。嗰、個係有個常規，有個常規收入喺度，呢個係事實。即係差，即係你唔會你所以點解話人哋西方國家可以冇儲備？點解冇問題？點解香港有問題？你個稅制唔同啊嘛。我西方國家我成日都有啲有現金流過政府嗰度噶嘛，政府係有一個 regular 嘅現金流喺度噶嘛，銷售稅嘅目的係提供一個 regular 嘅現金流啊嘛。但係問題係香港係冇 regular 嘅現金流啊嘛。香港如果你產業，你地產嗰啲一跳海就直接跳海噶嘛，就咁簡單啊嘛。即係簡單稅制有簡單稅制好，但係簡單稅制嘅問題亦都其實亦都係你冇後備方案可言嘅。所以我真係喺經濟嚟講，咁當然簡單稅制一定對人嘅 incentive，對譬如商人啊，對打工仔咁低最好啦，簡單稅制係咪先？即係你就算尤其 AI 未成熟之前嘅話，簡單稅制仍然係必須嘅。但係如果你個產業係你嘅主要產業一失咗個主要產業支柱咧，你就好麻煩㗎，你就簡單稅制就隨時可能變咗係點話係變咗砒霜嚟㗎，真係呢啲嘢就係你話有啲嘢就係你唔好以為乜嘢都可以 simplify 啫啦，唔係乜嘢都可以 simplify 嘅呢個世界，唔係咁樣睇嘅。OK，有人你話啊，我根本會有根本會出事咩？出事兩樣嘢嘅嗱，第一你政府唔夠錢，你依家因為政府借唔到錢，你一定就會亂咁加稅，OK，或者亂咁罰款。你依家已經有亂咁罰款呢個問題。即係較早前歐洲就有個笑話㗎，歐洲就有個東歐國家咧，應該斯洛伐克就點啊？就有個議員提出就話，不如咧就即係行人，即係喺行人路上有啲嘢行得太快咧，就要罰款。會即係嗰啲最主要係電動踏板車啊、單車啊嗰啲，其實亦都有呢個安全問題。咁但係咧就有一個問題就出現啦，就係如果你係任何喺行人路上嘅物體都行得過快都你要罰超速嘅話，咁你咪喺行人路道上跑步或者行得快啲，或者行到好捉賊咁快，你都會俾人抄300二咁樣。即係你會唔會出現啲咁怪嘅事咧？即係然後當住個議員就話：我唔係咁嘅意思，我真係純粹係針對嗰啲即係電動滑板車啊、單車嗰啲，我唔係針對人本身嘅人本身，即係你話人係絕對唔應該咁樣俾人罰。咁當然嗰個變咗膠嘢啦，OK，即係變咗啲膠物。OK，嗰個係一個德國，大家點啊睇完之後個新聞笑咗嘅嘢，因為你知德國市區嘅限速係30km/h。即係德國嘅 Autobahn 就好似係冇限速，但係德國嘅市區嘅車速嘅限制係極度乞人憎嘅話咧，即係你市區搭的士係好戇居嘅行為嘅，因為你市區嘅車速限制會玩到你謝為止嘅話，你係唔會想搭的士。咁佢咁啊，成日都周時就係有啲白鴿啊嗰啲飛過，或者有啲人單車客啊揸快啲嘅就會俾人影咗快相。咁你諗下點解會德國人會對於笑話笑得出？但係如果香港財政搞唔掂，會唔會出現就係行人路同你超速都同你計啊？喂，大佬呢班差佬做得出㗎，你知鄧炳強同阿李家超係咩人嚟㗎？你諗下，你諗到都知呢啲咁嘅奇怪嘅苛捐雜稅，你就會飛出嚟㗎。即係我頭先講嗰啲係唔係事係真係會變交事成真㗎。你就真係一啲都唔好玩。係咪先？你真呢啲，即係行人行得快就會同你抄牌呢啲話，你就黃山邊啲咁嘅嘢啊嘛。咁如果你行人路整個快相機嗰時有一招啊，咁你唔好怪我冇睇啊。係咪先？第二個國家嘅警察就或者嗰啲政客就應該唔敢提呢啲咁荒謬嘅法案。但係香港我就唔敢包啦。香港政府冇錢起嚟，真係乜都得嘅，真係。即係你亂嚟牛肉乾亂嚟呢個問題，即係牛肉乾變咗財政來源，呢個係一個好大嘅。但係另一樣嘢就係港幣嗰個穩定性就會被質疑。即係你港幣會唔會俾人有挑戰咧？你又有聯繫匯喎，上次聯繫匯都冇，上次嘅
官樂大戰咧，佢真正目標第一就唔係真係懟入去港幣，甚至官樂大戰目標係玩恒指，喺港幣嗰度咧，其實係輸到攤攤腰嘅，但係佢港幣嗰度輸嘅都恒指嗰度賺嘅，又對恒生指數期貨嗰度賺得多啊嘛，佢 cover 到條數啊嘛，大佬有乜所謂啊？但係如果今次同埋上次係咧，你香港個財政儲備啊，誒、公共財政嘅 performance 啊，非常穩健，又唔知你懟佢傻嘅嗰個，真係純粹係炒消息嘅上次公共大事，但係今次唔係，今次你冇呢個睇，今次你嘅公共財政 performance 又抄嘅，你又將啲外匯儲備又使晒，又大佬唔斬你斬邊個？係就係呢個問題，同埋你以前香港政府嗰啲主事官員，OK，即係曾蔭權啊、曾俊華啊、任志剛嗰啲真係識，或者阿肥龍許仕仁啊呢啲佢真係識財經噶嘛？呢班友真係有腦噶嘛？呢班友，我大佬依家咩人嚟㗎？依家阿鄧炳強啊、李家超嗰啲咩人嚟㗎？嗰啲識嘢㗎，嗰啲識經濟㗎，嗰啲除咗我住支槍管肥之外，我睇唔到佢識任何嘢。即係除咗 send 達級，我睇唔到識任何嘢咯。即係你講句難聽啲，你揾班黑社會管香港政府冇分別嘅。OK，即係呢啲係而家軍警治港嘅一個好壞嘅地方嚟嘅。OK，通常喺軍警管治嘅，你睇翻點解以往啲葡督即係澳督都係咁鬼差嘅？你睇翻啲澳督嘅 profile 就知咯，CV 10個澳督9個軍人出身，大佬點頂啊？10個澳督9個軍人出身，軍人識管嘅，或者軍人打仗就冇問題，但係軍人管民事、管政治或者公共行政咧就會揦嘢嘅，因為除咗打打殺殺就乜嘢都唔識嘅。OK，即係就算依家嘅軍人就比以前已經係文人咗好多，都係有呢個問題嘅仍然。香港嘅港督多數係外交官出身嘅，精英外交官出身嘅。佢哋係識管嘅，至少係真係識文官出身嘅係兩回事嚟嘅，即係你更加唔好講彭定康係政客添啊！直情首相級嘅政客就另計啦。咁你知道點解佢管到香港識飛啊？兩樣嘢嚟㗎，大佬，兩樣嘢完全係一回事嚟嘅。你依家香港咪變咗好似以前啲澳督咁嘅水準咯？即係有啲人話點解啲澳門人咁憎葡萄牙佬咁啊？或者即係當然，我覺得葡萄牙人都有悔過有反省㗎，冇嘢啦。你睇翻啲點解葡萄牙派咩人做澳督知咯？因為依家嘴咗咪以前澳督啲質素咯。咁你知啊？點解會管到炒粉啊？而家明啊？有呢啲比較政治嚟嘅呢啲，係咪先？即係你啲澳門人就話咩澳門人以前好咩葡國以前好差，係以前我都承認葡國係差嘅，不過依家中國人用人嘅方法同以前嘅葡萄牙分別唔大，甚至更衰咯。所以香港咪管到屎咁嘅款啦，更加唔好講起澳門自己啦。依家岑浩輝都唔知做乜做乜春嘅啫。誒、所以你話依家咪風暴之前咯，你依家絕對係風暴之前嘅事嚟㗎。依家你自己咁啊！你依家大佬，你當你個公共財政去到呢個地步嗰時，唔追擊你追擊邊個啊？大佬，所以咪食啱食大茶飯嘅時候咯。即係你要食大茶飯，你而家大佬，呢啲咪即係你要食大茶飯，呢啲咪啱咯，啱晒胃口啊，係咪先？所以你話依家有冇鱷魚出沒？梗係有鱷魚出沒啦，大佬，小心啲添啊！即係啲人話去日本旅行驚有熊，老實講，你去日本旅行都已經應該驚有熊啦。大佬，熊好偉大啊！大佬，唔係嗰隻唔係熊本熊嘅咩？熊本熊就話阿部長就話係啊，即係進步咗，即係可能你唔知點解進化咗做人嘅一啲熊類動物啊。咁但係唔係，但係正式嘅熊唔係好玩，係好恐怖嘅都係咪先？咁問題你與其驚紅，你不如驚，因為香港政府香港金融嗰啲真係人嗰啲大鱷先至，大佬無處不在啲大鱷先大鑊啊！大佬，係咪先？隨執你一劑點知啊？係咪先？有錢賺就執你一劑啊！咁簡單。好啊，咁啊呢一集我講到呢度啦，咁啊等陣間就咁啊歡迎各位聽小弟飲咖啡啦。
同埋或者想加入會員版就 send email 俾我。OK，咁啊好噶，我講到呢度。